歡迎大家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，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幾日嘅科技新聞。8.5mm 超薄 S8 Elite 旗艦三星 Galaxy S25 Edge 香港賣價同上市資訊。今時今日，手機性能已經唔係我哋買手機嘅唯一考慮。除咗相機影相靚唔靚之外，而家好多廠商都開始向薄方面邁進。就好似尋日5月13號三星推出嘅 Galaxy S25 Edge， 佢就係一部超薄嘅手機。厚度就得 5.8mm， 拎上手真心令到人有一種哇一聲嘅衝動。咁究竟呢部手機喺香港賣幾多錢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。三星 Galaxy S25 Edge 有 256GB 同埋 512GB 兩個儲存容量版本。顏色方面有鈦金屬銀、鈦金屬冰藍同埋鈦金屬灰黑三個選擇。香港建議零售價分別係8398同埋9398。將會喺5月30號正式發售。呢個價錢唔知有各位網友又覺得係唔係抵玩呢？我哋再嚟睇下硬件規格方面。三星 Galaxy S25 Edge 採用咗 5.8mm 機身，重量只係得163g。除咗具有流線型嘅機身，仲有圓滑嘅邊框同埋堅固嘅鈦合金框架，為日常嘅使用提供咗更持久嘅保護。仲要用埋最新嘅 Corning Gorilla Glass Ceramic 2嘅材質。佢係一款全新嘅玻璃陶瓷材料，提供咗出色嘅韌性同埋強度，同一時間仲可以帶嚟生動嘅顯示效果。Gorilla Glass Ceramic 2喺佢嘅玻璃基質入面嵌入咗微細嘅晶體，增強咗熒幕嘅耐用性同埋防裂能力。玻璃同埋晶體組件之間嘅協同作用，經過精密嘅工程設計，提供咗更大嘅韌性，同一時間仲能夠保持到高光學透明度。除此之外 ，Galaxy S25 Edge 配備咗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處理器，電池容量有3900mAh， 支持25W 超快速插電同埋15W 無線插電，同時仲可以無線分享電量俾其他嘅智能手機或者係可穿戴裝置。手機有 200MP 廣角加 12MP 超廣角鏡頭，前置鏡頭係 12MP， 支持黑夜兩攝、AI 變焦拍攝同埋夜間人像拍攝等等嘅功能。另外，手機亦都支持 Galaxy AI， 支持 Now Brief Now Bar AI 翻譯等等嘅功能。